老师，咱就暂时说拜拜，一定给老师的批。老师，你甲师母对台南拼来万方，甲我看。迄日6点天照暗，互我空空的身躯不只啊温暖。我伫病院的顶悬，看你遐尼啊毋甘，看师母目屎甘伫讲袂出来的声声险。老师、师母，恁声声句句的吩咐，我拢有听入。你毋知影，我已经将恁揽安安。我嘛足想要过来去老师兜，讲台语的天，说文学的地，论五绕金英的后裔，配五季乱天下的饭类。老师，恁毋通阁艰苦，恁爱甲我鼓舞，鼓舞我飘撇双手放。你看会知啊，天清清，日烧落，我的目镜毋是，我的目睭已经拔起来，我的心已经真自在，我的心嘛已经无挂碍。上天予我的，我拢该放落人间啊！最后，老师，我想要知，敢若是清清气气的灵魂。老师，我想要师奶的是，摕点上主的心肝椅啊，休困。所以老师、师母，再会啦！咱着天乡来期待，咱着暂时说拜拜。